美国总统川普今仔飞到韩国参加 APEC 会议，伊先去企业高峰论坛来发表演说。庆祝的维安嘛升级，一透早就发布公共安全警示的警示，附近拢有严格交通管制。这届咱台湾的代表团是有3个企业代表来参加这场论坛。咱国的国际贸易署嘛强调讲，这届的 APEC 会来强调咱台湾半导体优势，望讲互咱的资讯科技产业会当愈发展。 出入口拢有栅栏，军警、消防3方驻守，每入境园区爱一直检验。落尾有真侪环境伫咧遵守。美国总统川普离岛到南韩参加 APEC 活动，周边的维安也升级。 2025年韩国 APEC 号称史上最严格维安。29日，美国总统川普就在我身旁的庆州艺术殿堂发表企业高峰论坛演说，一大早门口也架起安检，另外也严格验证身份。台湾参加 APEC 今年是第30年，总共有超过500万人次的官员参加。今年咱方也积极参加撰稿会议，应该有5项文件发现让被加入，维护台湾伫 APEC 的参与空间。那么台湾怎么样在？APEC 里面展现它的这个影响力呢？其中有一个 pillar 就是所谓的人工智慧。那台湾呢，因为我们在半导体的发展，在 AI 的运用方面，其实都有相当的优势，所以我们在 WTO 的切入点 ，AI 就是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。 台湾代表参加 APEC， 除了积极参加活动提出倡议，也有3位企业领袖参加，包括宏基电脑董事长陈俊成、台湾大哥大总经理林志贤，加广达电脑的技术长张家恩，希望发挥产业的优势，提升 ICT 产业的整体发展。 我想 AI 都是这2年最重要的议题。那现在其实早上我们也在谈这个 AI 方面的合作。那其实今天在会场跟大家交流的时候，也是会期望听听大家对于AI 的进展的一些观点跟想法。另外，大家也关心台湾是不是正式甲川普见面，推测关系谈判的进度。台湾代表团是讲，这摆的谈判注重2个方向，一个是台美关系谈判争取20%以下，税率卖添加。 一个台湾伫咧半导体或者是相关产业的合作，希望用台湾模式来进行。不过，川普伫咧韩国的行程正赶，若要见面，可能要各种条件配合，咱会尽全力争取各种的可能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